是，师傅，那我们提到了说，刚才我们要去做事情的时候要去做，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心。那比如说在实际的生活还有工作当中，有一个朋友他还提到一个问题，他说在职场当中他会遇到了这种困难，他可能在职场上面已经遇到了这种困难，可能蛮久，所以他说他的理性告诉他要忍耐。但是他的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他要放弃，所以他每天就在一个这种纠结当中，理性告诉他要忍耐，内心的想法告诉他要放弃。他说他也有去尝试，努力的去尝试过，但是好像也觉得说自己改变不了什么，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。他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。对于在这当中的人或者是自己，他都会有那些怨气，就也消化不了。对，然后他就说，他知道这些，就是师傅也讲，或者圣人也讲，告诉他说不要怨天尤人，但是他处理不了这样的怨气，他做不到。对，他说他也怎么都做不到。对，他尝试了很多次去平衡这种理性和内心的这种纠结，但是他说他做不到。对，这种有什么好的办法？我自己觉得他的原因是，主要是他确实有去做尝试，但是呢，他做的过程是有没有可能比较不自然的，说应该可以说是比较强迫的、勉强的那种，不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去做。我为什嗯么说自然？其实，如果这个缘分带来的这个痛苦和原心带来的过患，你有所了解。如果你比如说你对他心里越来越怨恨的时候，晚上你回去的时候，其实也是睡不着，有可能睡不着的。或者失去你的睡眠或怎么样，影响了你的身体，更加的影响你的精神，更加的影响明天继续上班，或是你进一步的规划你自己的人生和未来，直接和间接会有，因为影响了他的能量。对对也嗯对这个能量，你早上出发的时候，其实是你是升起非常愤怒的，坐上你的车，开车的时候，窗户打开的，你的气，可能都是一种元气，所以非常不好的一个能量的释放，知道吗？你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就是一种欢喜和一种慈悲和一种非常正面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心态。出门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就是你散发出来，在空气当中你散发出来的，你的呼吸都是一个正能量。所以嗯我要的讲的重点是什么？那个时候你要平衡，不能因为生人说，不能因为我不能害他。不应该，或者不能因为道德和信仰而我不做这个。其实这是有时候是错的。你本来发自内心就觉得不应该这样，明白吗？有一嗯种觉得自然而然的觉得这个是很做不对的时候，你就是可能内心会远离这个缘起的。因为很嗯多高僧大德他们的修的安忍，并不是忍耐和一种压抑的状态，而这根本好像没有什么发生的那种状态一样，他们是非常自在和放松的状态，这是真正面对的，就像我们打球一样的，越放松越那个状态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打得更好，知道吗？游泳也是吧，所以那种自然能够放松的一个状态和自然知道。尤其是《入菩萨行论》的第6品《安忍品》里面就是这样说的：无论是精神，甚至就像你长得很漂亮，你是一个女生，女生天下没有一个女生不喜欢自己很漂亮，你来是要漂亮，要修安忍。这个是佛经里面说的，可是我们不说来世了，今生一个女生非常那种脾气非常坏，非常暴躁，那种口头说出非常脏我很棒。的话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是非常丑陋的。在这个公众场合或任何别人的眼里或在这个公众的视线，如果你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愤怒和怨恨，对自己来讲是最大的一个伤害，最大的一个羞辱一样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这个真的是很正能量，真的很慈祥，真的很那种善良的一个出现的，那是最大的内在美，而且这个完全直接能影响你的外在的美感。
是的，是的，你这个角度看的时候，其一样。实这就是，呃，你不怨恨，不是为了那个人，也不是为了佛菩萨，也不是为了你的信仰，其实都是最好的选择而已。对，是的。所以师傅，那这样说的话，是不是您刚才提到了说要自然，他是不是说要去听从他自己内心的一种新的声音？对，所以我要自然，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能够自然，自然是一个共福啦。所以呢，嗯我觉得也许他还看一下，比如说如菩萨行论的安然篇，有一些正确的关于安人的和慈悲的一些教学和教法，你自己听了和看了之后，内心一定会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感受和体会。那照着这个体会，你进一步的去照着做的时候，那就比较容易能够自然而然。所以它嗯，还是实际的操作上肯定有一定的这个次第了。所以现在很多时候，大家喜欢听那些讲的很好的那些演讲和演说，他就很有道理。但是手机放下来了，关掉了，就是没有用。为什么？他讲的真的是有道理，但是他这个里面的次第和从你自己的心里面要重新建立的这个过程，他也许没办法讲得很清楚。这个是要靠自己的。Namo Dharmaya